紅樓夢》第5回，賈寶玉神遊太虛境，警幻仙曲演《紅樓夢》。第4回中，既將薛家母子在榮府中寄居等事略已表明，此回則暫可不寫了。如今且說林黛玉自在榮府，一來賈母萬般憐愛，寢食起居一如寶玉；而迎春、探春、惜春3個孫女兒倒且靠後了。便是寶玉和黛玉二人之親密有愛，也較別人不同。日則同行同坐，夜則同止同息，真是言和意順，似漆如膠。不想如今忽然來了一個薛寶釵，年紀雖大不多，然品格端方，容貌美麗，人人都說黛玉不及。那寶釵卻又行為豁達，隨分從時，不比黛玉孤高自許，目下無塵，故深得下人之心。便是那些小丫頭們，亦多與寶釵親近，因此黛玉心中便有些不忿之意。寶釵卻是渾然不覺。那寶玉也在孩提之間，況他天性所秉，一片愚拙偏僻，是姊妹兄弟皆如一體，並無親疏遠近之別。如今與黛玉同處賈母房中，故略比別的姊妹熟慣些。既熟慣，便更覺親密；既親密，便不免有些求全之位，不如之隙。這日不知為何，他二人言語有些不和起來。黛玉又在房中獨自垂淚，寶玉也自悔言語無狀，前去撫袖。那黛玉方漸漸的回轉過來。因東邊靈府花園內梅花盛開，賈珍之妻尤氏乃置酒具，請賈母、邢夫人、王夫人等賞花。是日先帶了賈蓉夫妻2人來面請賈母等於早飯後過來，就在匯芳園遊玩，先茶後酒，不過是寧榮2府，眷屬家宴，並無別樣新聞趣事可記。一時寶玉怠倦，欲睡中覺，賈母命人好生哄着，歇息一回再來。賈蓉媳婦秦氏便忙笑道：我們這裏有給寶二叔收拾下的屋子，老祖宗放心，只管交給我就是了。因向寶玉的奶娘丫鬟等道：嬤嬤姐姐們，請寶二叔跟我這裏來。賈母素知秦氏是極妥當的人，因他生得曉羅纖巧，行事又溫柔和平，乃寵孫媳中第一個得意之人。見他去安置寶玉，自是安穩的。當下秦氏引了一簇人來至上房內間，寶玉抬頭看見是一副掛畫在上面，人物固好，其故事乃是賢泥圖也，心中便有些不快。又有一副對聯，寫的是世事洞明皆學問，人情練達即文章。及看了這兩句，縱然失語精美，鋪陳華麗，亦斷斷不肯在這裏了，忙說快出去，快出去。秦氏聽了笑道：這裏還不好，往哪裏去呢？要不就往我屋裏去吧。寶玉點頭微笑，一個嬤嬤說道：哪裏有個叔叔住侄兒媳婦房間裏睡覺的禮呢？秦氏笑道：哎喲，不怕他老，能多大了，就忌諱這些個。上月你沒有看見我那個兄弟來了？雖然和寶二叔同年，2個人要站在一處，只怕那一個還高些呢。寶玉道：我怎麼沒見過他？你帶他來我瞧瞧。眾人笑道：隔着20-30里，哪裏帶去？見的日子有呢？說着，大家來自秦氏臥房，剛至房中，便有一股細細的甜香。寶玉此時便覺眼情骨軟，連說好香。入房向壁上看時，有唐伯虎畫的《海棠春睡圖》，兩邊有宋學士秦太虛寫的一副對聯，宏亂寒所夢因春冷，芳氣襲人是酒香。案上設着武則天當日鏡室中設的寶鏡，一邊擺着趙飛燕立着舞的金盤，
盤內盛着安祿山鄭過鑲了太真玉的木瓜，上面設着壽昌公主於含章殿下臥的寶塔，原的是同昌公主製的珠鏈像。寶玉含笑道：這裏好，這裏好。秦氏笑道：我這屋子大約神仙也可以住得的。說着親自展開了西施碗過的紗襟，移了紅娘抱過的鳶枕，於是眾奶母服侍寶玉餓好了，款款散去，只留下襲人晴雯、麝月、秋紋4個丫鬟為伴。秦氏便叫小丫鬟們好生在檐下看貓兒打架。那寶玉才合上眼，便恍恍惚惚的睡去。由此秦氏在前，遂悠悠蕩蕩跟着秦氏到了一處，但見珠蘭玉砌，綠樹清溪，真是人跡不逢，非塵罕到。寶玉在夢中歡喜，想到這個地方而有趣，我若能在這裏過一生，強如天天被父母先生管束呢。正在胡思之間，聽見山後有人作歌曰：春夢隨雲散，飛花逐水流。既然眾兒女，何必覓閒愁？寶玉聽了，是個女孩兒的聲氣，歌音未息，早見那邊走出一個麗人來，翩躡曉羅，與凡人大不相同。有賦為證：芳離柳坳，作出花房。但行處鳥驚庭樹，將到時影到回廊。先買作飄兮，問麝蘭之馥郁。何依玉動兮，聽環佩之鏗鏘。艷笑春桃兮，雲髻堆翠。純讚英果兮，留齒含香。盼纖腰之楚楚兮，峰回雪舞。耀珠翠之輝煌兮，鴨綠鵝黃。出沒花間兮，宜真宜喜。徘徊池上兮，若飛若揚。蛾眉顰笑兮，張妍而未語。蓮步坐儀兮，玉指而形行。善美人之良質兮，冰清玉潤。慕美人之華服兮，閃爍文章。愛美人之容貌兮，香溫玉算。比美人之態度兮，鳳鑄龍翔。其素若何，春梅饌雪；其潔若何，秋蕙砒霜。其靜若何，松生空谷；其艷若何，霞影晴堂。其文若何，龍遊曲沼；其神若何，月射寒江。遠蠶西子，近蠶黃腸。生於蜀地，來自何方？信已苦，瑤池不易。子苦無雙者，果何人哉？若斯之美也。寶玉見是一個仙姑，喜的忙來作揖，笑問道：神仙姐姐，不知從哪裏來，如今要往哪裏去？我也不知這裏是何處，望乞攜帶攜帶。那仙姑道：吾居離恨天之上，觀愁海之中，乃放春山顯香董，太虛幻境，竟幻仙姑是也。思人間之風情月債，長塵世之女怨男痴。因近來風流冤孽纏綿於此，是以前來察訪機會，散步相思。今日與相逢，亦非偶然。此離吾境不遠，別無他物，僅有自採仙茗一盞，親釀美酒一壇，素練魔舞歌姬數人，新填《紅樓夢》仙曲12支，可是隨我一遊否？寶玉聽了，喜悅非常，便忘了秦氏在何處了，竟隨着這仙姑到了一個所在，忽見前面有一座石牌橫建，上書太虛幻境4大字，兩邊一副對聯，乃是假作真時真亦假，無為有處有還無。轉個牌坊，便是一座宮門，上面橫書着4個大字，道是業海晴天。也有一副對聯，大書宏：
厚地高天，堪嘆古今情不盡。痴男怨女，可憐風月債難酬。寶玉看了，心下自思道：原來如此，但不知何為古今之情，何又為風月之債？從今倒要領略領略。寶玉只顧如此一想，不料早把些邪魔招入膏舫了。當下除了仙姑進入二層門內，只見兩邊配殿皆有匾額對聯，一時看不盡許多，唯見幾處寫的是痴情詩、結怨詩、招啼詩、暮哭詩、春感詩、秋悲詩。看了因向仙姑道：咁煩仙姑引我到那各詩中遊玩遊玩，不知可使得麼？仙姑道：此中各詩傳的是普天下所有女子過去未來的寶冊，已乃凡眼塵區，未辨先知的。寶玉聽了，哪裏肯依，又再四的懇求，那警幻便說：也罷，就在此詩內落隨喜吧。寶玉喜不自勝，抬頭看這詩的匾上，乃是薄命詩三字，兩邊寫着對聯道：春恨秋悲皆自野，花容月貌為誰言。寶玉看了便加感嘆。進入門中，只見有10數個大廚，皆用封條封着，看那封條上皆有各省字樣。寶玉一心只揀自己家鄉的封條看，只見那邊廚上封條大書金陵12釵政策。寶玉一問：何謂金陵12釵政策？警幻道：即貴省中12貫守女子之策，故為政策。寶玉道：常聽人說金陵極大，怎麼只12個女子？如今單我們家裏上上下下就有幾百個女孩兒。警幻笑道：一省女子固多，不過擇其緊要者錄之，兩邊二廚則又次之，餘者庸常之輩便無策可錄了。寶玉再看下手一廚，寫着金陵12釵副冊，又一廚上寫着金陵12釵右副冊。寶玉便伸手先將右副冊廚門開了，拿出一本冊來，揭開看時，只見這首頁上畫的既非人物，亦非山水，不過是水墨慵染，滿紙烏雲俗霧而已。後有幾行字跡，寫到是：霽月難逢彩雲易散，心比天高身為下賤，風流靈巧招人怨，受鬱多因誹謗生，多情公子空牽念。寶玉看了不甚明白，又見後面畫着一束鮮花，一床破席，也有幾句言辭，寫到是：往自溫柔和順，空雲似桂如蘭，堪羨幽靈有福，誰知公子無緣。寶玉看了不解，遂掟下這個擱起來，又去開了副冊廚門，拿起一本冊來，揭開看時，只見畫着一支桂花，下面有一方潮沼，其中水固泥乾，連菇藕敗，後面書云：根並荷花一景香，平生遭際實堪傷。自從兩地生孤木，自使香雲返故鄉。寶玉看了又不解，又去取那政策看時，只見頭上一頁畫着兩株孤木，木上懸着一圍玉帶，地下又有一堆雪，雪中一股金釵，也有4句詩道：可嘆停機德，誰憐詠水才，玉帶林中掛，金釵雪裏埋。寶玉看了仍不解，待要問時，知他不肯泄露天機，待要丟下又不捨，遂往後看，只見畫着一張弓，弓上掛着一個香圓，也有一首歌詞云：20年來辨是非，榴花開處照宮闈，三春爭及初春景，虎兔相逢大夢歸。
後面又畫着兩個人放風箏，一片大海，一隻大船，船中有一女子掩面泣涕之狀。畫後也有4句寫着道：才自清明志自高，生於末世雲偏消。清明涕泣江邊望，千里東風一夢遙。後面又畫着幾縷飛雲，一灣逝水，其詞曰：富貴又何為？襁褓之間父母遺。展眼吊斜暉，湘江水逝楚雲飛。後面又畫着一塊美玉落在污泥之中，其斷語宏：玉潔何曾潔，雲空未必空。可憐金玉質，終陷着泥中。後面忽畫一惡狼追撲一美女，有玉啖之意，其下書宏：只係中山狼，得意便猖狂。金龜花柳質，一宰父皇娘。後面便是一所古廟，裏面有一美人在內看經獨坐，其判宏：鑑破三春景不長，脂衣頓改惜連妝。可憐繡戶侯門裏，獨我青燈古佛旁。後面是一片冰山，山上有一隻雌鳳，其判宏：凡鳥偏從末世來，都知愛慕此生才。一蟲二令三人目，哭向金陵事更哀。後面又是一座芳村野店，有一美人在那裏紡織，其判曰：世敗憂宏貴，家亡莫論親。偶因濟村婦，孝得遇恩人。詩後又畫一盤茂蘭，旁有一位鳳冠霞帔的美人，也有判宏：桃李春風結子園，到頭誰似一盤蘭。如冰水好空相妒，枉與他人作笑談。詩後又畫一座高樓，上有一美人懸梁自盡，其判宏：情天情海幻情深，情寄相逢必主飲。萬言不肖皆榮出，做人開端實在靈。寶玉還欲看時，那仙姑知他天分高明，性情穎慧，恐泄露天機，便掩了卷冊，笑向寶玉道：且隨我去遊玩奇景，何必在此打這悶葫蘆。寶玉恍恍惚惚，不覺棄了卷冊，又隨警幻來至後面，但見畫棟雕檐，珠簾繡幕，鮮花馥郁，異草芬芳，真好個所在也。正是光搖朱戶金鋪地，雪照瓊窗玉作宮。又聽警幻笑道：你們快出來迎接貴客。一言未了，只見房中走出幾個仙子來，皆是荷買翩躡，羽衣飄舞，嬌若春花，眉如秋月。一見了寶玉，都怨謗警幻道：我們不知係何貴客，忙得接出來。姐姐曾說今日今時必有個光珠妹子的生雲前來遊玩，故我等久待，何故反引這俗物來污染清靜女兒之境？寶玉聽如此說，便嚇得欲退不能，果覺自形污穢不堪。警幻忙攜住寶玉的手，向眾仙姬笑道：你等不知原委，今日原欲往榮府去接光珠，適從靈府經過，偶遇榮寧二公之靈，祝吳宏。吳家自國朝定鼎以來，功名易世，富貴流轉，已歷100年，內運終數盡，不可挽回。我等之子孫雖多，竟無可以繼業者，唯的孫寶玉一人，秉性乖張，性情怪傑，雖聰明靈慧，略可望成。無奈吳家運數合中，恐無人窺引入正。幸仙姑偶來，望先以情欲聲色等事，警其痴幻，或能使彼跳出迷人圈子，入於正路，便是吳兄弟之幸了。如此觸吳，故發慈心，引彼至此，先以他家中上中下3等女子的終身冊籍，令其換屬。尚未覺悟，
故引了再到此處，遍歷那飲熬聲色之患，或冀將來一悟，未可知也。說不，攜了寶玉入室，但聞一縷幽香，不知所聞何物。寶玉不禁相問，警幻冷笑道：此香乃塵世所無，汝如何能知？此係諸名山勝景初生異卉之精，合各種寶林珠樹之油所製，名為群芳水。寶玉聽了自是羨慕，於是大家入座。小環捧上茶來，寶玉自覺得香清味美，竟非常品，因又問何名。警幻道：此茶出在放春山顯香洞，又以鮮花菱葉上所帶的粟露而烹，此茶名曰千紅一忽。寶玉聽了點頭稱賞，因看房內瑤琴寶鼎古畫新詩無所不有，更喜窗下亦有唾絨，簾間時積粉烏，壁上也掛着一副對聯，書宏：幽微靈秀地，無可奈何天。寶玉看畢，因又請問眾仙姑姓名，一名痴夢仙姑，一名鍾情大士，一名引金愁女，一名妒恨葡萄，各個道號不一。少刻，有小環來調桌安椅，擺設酒肴，正是瓊漿滿飯玻璃盞，玉液龍針琥珀杯。更不用再說此肴之盛，寶玉因此酒烈香異常，又不禁相問。警幻道：此酒乃以百花之蕊、萬木之汁，加以輪水鳳乳釀成，因名為萬艷同杯。寶玉清賞不迭。飲酒間，又有12個舞女上來請問演何調曲。警幻道：就將新製《紅樓夢》12支演上來。舞女們答應了，便輕敲彈板，款按銀箏，聽他歌道是：開闢鴻蒙。方歌了一句，警幻道：此曲不比塵世中所填傳奇之曲，必有生旦淨末之質，又有南北九宮之調。此或詠嘆一人，或感懷一事，偶成一曲，即可譜入管弦。若非個中人，不知其中妙。料已亦未必深明此調。若不先閱其稿，後聽其曲，反成着立矣。說不，回頭命小環取了《紅樓夢》原稿來，遞與寶玉。寶玉接過來，一面目視其文，耳聆其歌曰：《紅樓夢》引子，開闢鴻蒙，誰為情重？都只為風月情濃。奈何天霜懷日，寂寥時，事顯如沖。因此想演出這出悲甘悼獄的《紅樓夢》。終身悟，都到金玉良緣，暗指了木石前盟，空對着山中高士晶瑩說，終不忘世外仙珠寂寞林。嘆人間美中不足今方信，縱然是舉案齊眉，到底意難平。枉凝眉，一個是良苑仙葩，一個是美玉無瑕。若說沒奇緣，今生偏又遇着他；若說有奇緣，如何心事總虛話？一個枉自車啊，一個空勞牽掛。一個是水中月，一個是鏡中花。想眼中能有多少淚珠兒？怎禁得秋流到冬，春流到夏？卻說寶玉聽了此曲，散漫無稽，未見得好處。但其聲韻凄婉，竟能銷魂醉魄，因此也不問其原委，也不究其來歷，就暫以此釋悶而已。因又看下面道：恨無常，喜榮華正好，恨無常又到，眼睜睜把萬事全拋。蕩悠悠，芳雲消耗，望家鄉路遠山高，故向爹娘夢裏相尋告。而命已入黃泉，
天倫我需要退步抽身組。分骨肉，一帆風雨路3000，把骨肉家園齊來拋閃。孔哭選幾年，告爹娘休把兒懸念。自古窮通皆有定，離合豈無緣。從今分兩地，各自保平安。老去也莫牽念。樂中悲，襁褓中父母嘆雙亡。縱居那綺羅松，誰知嬌養。幸生來英豪闊大寬宏量，從未將兒女私情略擾心上。好一似齊月光風耀玉堂，詩配得才貌仙郎，博得個地久天長。準節得幼年時坎坷形狀，終究是雲散高堂水故湘江。這是塵懷中消長，素應當何必枉悲傷。世難容，氣質美如蘭，才華復比仙。天生成孤僻人間罕，你道是啖肉食鮮煎，是以羅續染。卻不知好高人月道，過結世童顏。可嘆這青燈古殿人將老，辜負了紅粉朱樓春色難。到頭來依舊是風塵康莊為心願，好一次無瑕白玉遭泥陷。又何須皇孫公子嘆無緣。喜冤家，中山狼無情獸，全不念當日根由。一味的驕奢淫蕩貪歡溝，吹着那侯門艷質同袍柳，作漸得公府千金似下流。嘆芳雲艷魄，一載蕩悠悠。虛花誤，將那三春看破，桃紅綠柳待如何？把這韶華打滅，覓那清淡天和。說什麼天上沃陶盛，雲中杏蕊多？到頭來誰見把秋捱過？則看那白楊村裏人烏煙，清風林下鬼吟我。更兼着連天草遮墳墓。這的是作貧金富人勞碌，春榮秋謝花折磨。似這般生關死劫誰能躲？聞說道西方寶樹換婆娑，上結着長生果。聰明侶，機關算盡太聰明，反算了卿卿性命。生前心已碎，死後性空靈。家富人寧，終有個家亡人散各奔騰。枉費了意圓圓半世心，好一似蕩悠悠三更夢。忽啦啦似大廈將傾，慘紛紛似燈將盡。啊！一場歡喜忽悲身，嘆人世終難定。劉餘慶，劉餘慶，劉餘慶，忽遇恩人。幸娘親，幸娘親，積得陰功。勸人生，濟貧扶窮，又似庵那愛銀錢忘骨肉的懇求奸兄，正是乘除加減，尚有蒼穹。晚韶華，鏡裏恩情，更那堪夢裏功名。那美韶華去之何信？在丘提受獎冤襟。只這戴珠冠披鳳襖，也抵不了無常性命。雖說是人生莫受老來貧，也需要陰質積兒孫。氣昂昂頭戴簪纓，光燦燦胸懸金印。威赫赫着綠高登，慘紛紛黃泉路近。問古來將相可還存？也只是個虛名兒，後人欽敬。好事中，畫梁春盡落香塵。善風情秉月貌，便是敗家的根本。機求頹墮皆從境，家事消亡守序。寧宿業總恩情，飛鳥各投林。為官的家業凋零，富貴的金銀散盡。有恩的死裏逃生，無情的分明報應。欠命的命已還，欠賬的淚已盡。冤冤相報自非輕，
分離聚合皆前定。欲知命短問前生，老來富貴也真僥倖。看破的遁入空門，痴迷的枉送了性命。好一次食盡了頭林，留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。歌畢還有歌賦歌，竟還見寶玉甚無趣味，因嘆痴兒竟尚未悟。那寶玉忙止歌姬，不必再唱，自覺朦朧恍惚，告罪求我，竟還便命撤去殘席，送寶玉至一香閨秀閣中。其間鋪陳之盛，乃素所未見之物。更可恨者，早有一位仙姬在內，其鮮豔無眉，大似寶釵，妖羅風流，又如黛玉，正不知是何意。忽見警幻說道：塵世中多少富貴之家，那些綠窗風月、秀閣煙霞，皆被那些淫污怨婦與流蕩女子沾辱了。更可恨者，自古來多少輕薄浪子，皆以好色不淫為解，又以情義不淫作案。此皆識非掩醜之語，好色即淫，知情更淫。是以巫山之會、雲雨之歡，皆有寄悅其色、復戀其情所致。吾所愛與者，那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。寶玉聽了，嚇得慌忙道：仙姑差了，我因懶於讀書，家父母尚每垂訓斥，豈敢再冒淫字？況且年紀尚幼，不知淫為何物。警幻道：非也，淫雖一理，意則有別。如世之好淫者，不過悅容貌，喜歌舞，吊笑無厭，雲雨無時，恨不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時之興趣。此皆皮膚淫濫之蠢物矣。如爾，則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，吾輩推之為意淫。為意淫二字，可心會而不可口傳，可神通而不可語達。汝今讀得此二字，在閨閣中雖可為良友，卻於世道中未免迂闊怪傑，百口嘲謗，萬目睚眥。今既遇汝祖凌榮二公，剖腹心足，吾不忍只獨為我閨閣爭光而見棄於世道，故引旨前來，醉意未走，甚以先命，竟以妙曲，再將吾每一人乳名兼美，表字可卿，許配與汝。今值良時，即可成恩。不過令汝領略此仙閨幻境之風光，尚且如此，何況塵世之情景呢？從今後慢慢解釋，改悟前程，留意於孔孟之間，委身於經濟之道。說畢，便授以雲雨之事，推寶玉入房中，將門掩上自去。那寶玉恍恍惚惚依着警幻所囑，未免作起兒女的事來，也難以盡述。至次日，便柔情眷顯，軟語溫存，與可卿難分難解。因二人攜手出去遊玩之時，忽至一個所在，但見京津遍地虎狼同行，迎面一道黑溪阻路，並無橋梁可通。正在猶豫之間，忽見警幻從後追來，說道：快休前進，作速回頭要緊。寶玉忙止步問道：此係何處？警幻道：此乃迷津，深有萬丈，遙緩千里，終無舟邑可通，只有一個木筏，乃木居士掌舵，魁使者撐篙，不受金銀之謝，但遇有緣者道之。汝今偶遊至此，切如墮落其中，便深負我從前循循警戒之語矣。話猶未了，只聽迷津內響如雷聲，有許多夜叉海鬼將寶玉將拖下去，嚇得寶玉汗如雨下，一面失聲喊叫：可卿救我！嚇得襲人輩眾丫鬟忙上來摟住，叫寶玉不怕，我們在這裏。卻說秦氏正在房外囑咐小丫頭們好生看着貓兒狗兒打架。忽聞寶玉在夢中喚他的小名兒，因納悶道：
我的小名兒，這裏從無人知道，他如何得知？在夢中叫出來，未知何因，且聽下回分解。